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近日披露了中国警方文件，其中包括被关押在集中营数千名维吾尔人的图片和个人信息，引起了海外维吾尔人的愤怒。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瞻巴切莱特在结束东突厥三访问后的声明受到广泛批评。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维吾尔组织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镇压，并呼吁停止种族灭绝。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议大楼前举行反华抗议活动。东突厥散文化与合作组织在土耳其开塞利组织了一场反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抗议和新闻发布会。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协会前主席阿布都吉利里·卡拉卡什先生就此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在结束东突厥散访问后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令人失望。他指出，人权组织的报告和不断揭露的文件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尽管如此，某些人，包括土耳其祖国党主席佩林切克，不仅试图掩盖中国的罪行，还支持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日说，美国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一事，以及中国被指试图对巴切莱特访华一事进行限制和操纵，仍然表达关切。布林肯说，高级专员应该获准与不在拘留营但被禁止出境的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侨民社区亲属会面，会面内容皆保密。他也呼吁中国允许独立调查人员在不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前往东突厥散、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大洋洲国家萨摩亚今天与中国签订双边协议，承诺将扩大合作。萨摩亚政府发布的新闻稿证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萨摩亚总理马塔法已见面，讨论了气候变迁、疫情及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周六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此次的访问行程包括造访喀什和乌鲁木齐。巴切莱特在评论避免直接批评中国，引起多个人权团体的不满。国际特色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表示，巴切莱特访问中国给外界的印象是他直接走进了中国政府非常可预测的政治宣传中。瑞典国家武器出口管制局局长卡尔·艾菲特森与土耳其就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发表声明，土耳其目前不需要我们的武器，他们也不会从我们这里购买武器。艾菲顿说，我们将根据国防委员会的要求进行评估，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向土耳其出售武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叶德·阿勒纳哈扬在该国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到访的约旦首相贝希尔·哈苏奈和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里，三国领导人就启动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等举行了会谈。